呢集係一個新地方，食好耐以前嘗過嘅味道，有生機素食之餘呢，都有熟食。地點位於中上環基利文新街，呢度呢就係以前嘅 Solent， 依家呢搬咗鋪同埋改咗名，叫做 Bow Centre。新鋪同舊鋪風格相似，有大約20個座位，建議事先 WhatsApp 店主留餐同埋留位。佢只係開平日午飯時段，每個餐75蚊，包主食同埋一碗湯。生機餐呢就跟多一杯 smoothie 飲添。咁至於具體食乜呢，就視乎當日店主採購到乜嘢蔬果而定啦。咁結果呢，青 B B 留一份生機餐同埋一份壽司餐，喺現場食生機餐。咁今次呢就揀咗椰菜花飯，睇落去呢比較似沙律，裏面有超多蔬果食材，包括椰菜花飯、蓮霧、火箭菜、沙律菜、香蕉、芒果、櫻桃蘿蔔等等。咁沙律醬呢就以清甜微酸嘅果汁為主，既清新又醒胃。跟餐嘅 smoothie 以紅菜頭為主，除咗紅菜頭味，亦都有薄荷同埋少少新味，同埋疑似莓類嘅味道。除咗 smoothie 呢，仲有一碗生機湯，就係呢碗綠色果菜露，有綠葉菜加香蕉等等，表面有肉桂粉，質地滑溜，整得係清新清甜嘅類型。而另一個熟食餐呢，就係壽司，青 B B 打包返屋企食，主角呢係2件芒果同埋1件牛油果壽司，都係住家風嘅食物。芒果味呢就唔算香，而飯呢係用一般嘅米飯整嘅。蔬果配菜方面呢，有生都有熟嘅，有西蘭花、紫薯、南瓜、紅生菜、番茄、青瓜、荷蘭豆等等，味道同生機餐嘅蔬果相似，酒清甜豐。咁至於熟食餐湯呢，係熱嘅辣椒苗湯，望到裏面呢有辣椒葉同埋薯仔粒，湯嘅質地呢冇果菜露咁結。另外我覺得呢比 smoothie 更加清淡，青 B B 呢就比較中意後者多啲啦。喺中環有唔算貴嘅 vegan 小店，算係難能可貴，而且味道住家風，食材新鮮又有益，希望佢哋呢可以持續經營落去啦。